那个马槽啦，马厩马槽啦，你看，吃那个干的草啦，你看那个草都已经那么干了呢，马可以吃那么干的草了。哦，庙会活动，家里金堂殿庙会活动，有雇佣那个神马，还有八美图那个也是要用这个车载马。八美图有柳树村跟他的8个妻妾，哦，文武双全，还当过军人，保卫国家。哦，那化妆穿古装的穿得很美，然后骑马绕境啊，家里金堂殿绕境活动。